这是一部能为下个世代带来信心的纪录片，从一个剧团看见30年来台湾的文化样貌。悠人神鼓用鼓声巡回世界，演出百场，将台湾的声音带进国际，但他们不忘溯源，以自己的双脚走遍岛屿，深入山林。悠人是1988年成立的嘛，90年代就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各种事情开始，然后走到现在的样子的一个关键时刻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讲悠的故事，包括悠剧场，包括悠人神鼓这样的一个转变，也足以把那个时代做一个很好的检查。这样子30年前，悠人上山建构起自己的家园，剧场的诞生之地，以禅修、艺术、生态3者合一，让自己成为大地的一部分，也让仪式从自己身上长出来。然而2019年8月的老泉山大火，烧毁悠人在山上的家园，也将一切烧回原点。因为老泉山是悠人很重要的一个 key 给处，就是他们不管是悠剧场、悠人神鼓，在那个时候开启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火灾这件事情，让老师被迫要思考一个再出发的一个形式，借这个机会，让他的团员去经历那时候悠人神鼓成立之前，他们在这山上就是什么都自己来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形态，拥有过的那个经历，那个经历到底是什么？我想未来纪录片一定要告诉你的。纪录片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时间空间的艺术，时间就是从90年代到现在的台湾，那空间就是不管是在剧院，更重要就在老泉。不止如此他们其实还有很多次的行脚，他们也到过很多不同的一些宗教仪式的地方。所以我觉得悠人这样的一个团体，它是一个可以说它的故事来把台湾这30年来的一个文化的特质给展现出来。现在记录的脚步因为疫情，表演活动取消，经费筹措困难而停摆，眼看着改变正发生，却无法将它拍下。我们该有时间去好好的省思一下，就像每个人一样的何去何从，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让接下来的世世代代更有信心。唯有看见过去，才能好好往前。有你加入支持，不只能让电影顺利开拍，将优的表演能量传递到更多地方，也为台湾留下90年代最动人的故事。